民进党的台北市长陈选仁陈时中讲要救内湖的交通，又提出几项想法，包含8档完成捷运东宽线，7档内探过基隆河底开一条堤顶大道，通到这个塔悠路的地下道。不过台北市长瓜问题是考试陈时中对市政无了解，就唔通黑白转。最重要的堤顶这个地方，它就有一点阻塞。 就好像我们这个血管有一些阻塞。点出内湖塞车的几个点，民进党台北市长陈选仁陈时中捧出要解决内湖的交通正见牛肉，佮话讲要开堤顶大道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道。地下连通道穿越基隆河，直接接到塔悠路。这条动脉一旦起来之后，那能够减低我们这个大直内湖到我们中山信义的一个压力。 主张8档内完成捷运东宽线，7档透过真建高架地下道到新开堤顶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大动脉。陈时中讲要用捷运建设、道路工程、企业合作3支箭做伙写，嘛算下瓜市府人来是用细针美容处理内湖交通。那这个其实台北市交通局多年前也都有评估过，那一样的还是牵涉到所谓到时候松基这个地方的存废，以及我们工程上面的技巧。 我想市长8年做的是大刀阔斧，小针美容应该是民进党做的。市政地盘红笔卡为首，市长瓜文德嘛报呛声。公完段哦，现在那个审核还在行政院哦，一样要打高空。对市政不熟，还是不要乱讲话。各方火力组织来科交通，国民党台北市长陈选仁、周万安嘛等取用时间、空间稳固的解封。虽然红讲是假乡对败，周万安嘛批评执政无应该是乱开价。台北市长指证交通正做市民检视政策的第一步。记者陈立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